嘛，因是地方来啊。啊，你只甲我限定拢是跑咧第一类，但是我想你个河川人道的迄种规定到底有多宽呢？我毋是河川里面的土地嘛，我是迄个堤防外的啊。啊，那我无溪，我是保护地，啊，无溪下哪，啊，就填保厝，遐全部拢是保护区管，安尼啊，是毋是安尼？所以我有几个即几点的疑问啊，伊人会当甲我解说一下。这些鉴定说好，提供咱当初在这国土计划是这个法令吼，有一个规定啊，讲吼适合开发的所在吼，是用来开发；，那么适合开发的所在吼，咱怎么来做一个保育下来吼？所以我现在对于好的农地吼，对保护来讲，应该是有共识的，各农业来维持来慢活。啊，随意来变更这港的这个事情，应该是大家最大的一个共识的哦。那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发生国保一？在刚才张科长有提到说，我们刚才是依据水利署的第5河川局它所公告的河川的自己计划线画这个国保一，说我们画设是有所依据的啦，不是说这条线不是因为国土计划才把它画出来，而是依据之前的一个成果继续延续下来。那这个范围线到底有没有检讨的空间？确实是有的哈，因为不管在我们江居家一种叫集水式的发展区哈，新地华夫，我觉得水库集水区哈，这种是所谓的限制发展地区哈，这个范围台中心拢做意见，所以阮计划内底吼，有去要求讲，这个单位吼，针对这个范围的部分，爱做一个检讨，袂使讲。为了拢可能交拢无来做一个检测吼，所以这部分阮计划内底小可有去讲到这件代志啦吼。至于说在河川区里面的农牧用地吼，为这农牧用地到底是好代志还是唔好的代志？那我计划会在做什么代志？我大概报告是讲，咱台南市我计划册内底有写着，咱全台南市吼。总共有高9.3万公顷的基维护农地，9.3万公顷哦。那这9.3万公顷怎么来的？原则上都是由农业法地区第1类、第2类、第3类。那还有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国土保育地区的第1类跟第2类哦。其实划为国保地区的第1类，在我们市政府看来，它也是属于维持粮食安全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啊。所以政府认为说它是好的农地了。那至于后续的，比如说有发生一些灾损啊，如果灾损的部分，政府也是不是也应该优先来做一个补贴？比照一般的农业化地区的这些补贴，这一块在农业当中应该会后续应该会会向中央中央应该有正在研议这样一个事情啊，就是目前说还没有一个定案啊。那我想如果国土保育地区的一个灾损的补贴可以比照农业化地区的话，那我想对于农民的一些农作一些补助啦，跟一些权利的部分，我想会更受到一些保障，花医生的作用。陈先生啊，这个进场我甲你报告吼，我头拄仔大概有说明吼，就是讲，因为阮即马地震就是特别咱的地河顶管，这是以前于河川区的河川局的河川治理线的图，阮去誊出来。今仔日你若感觉讲，我已经地方外，是安那会个国保一，我头拄仔就甲你报告，嘛有可能是因为套图误差的偏移造成。所以讲，你若有这个怀疑，我拜托，咱工作人员是不是甲进赏这个1号大概也是写个陈述意见。这部分我会就这范围跟河川局他做一个确认，如果确定确实是在河川区治理线范围外，我会做一个调整。头拄阮都发局家嘛报告来讲，因为阮划设的范围是依照河川局公告的河川治理线。完全围出来，当然，它如果有检讨、有变更，我们的国土计划也会跟着去调整，
伊咱国考计划毋是讲我地政局就最厉害，目睭拢会晓画来画去啊吼。今仔咱若要画工业区，我当然是爱尊重吼咱经发局吼，咱的迄个产业主管机关他们划设的范围，我们才去把它放进来。因为阮每一项相关的拢有各自主管机关在管，阮爱他们协调。这个范围了后，才家己画出来。啊，所以伫河川的部分，咱的主管机关是伫河川局嘛，吼，经济部水利署河川局，所以阮会尊重因的意见。但是咱若讲画出来，感觉有怀疑，你来甲阮提醒啦，吼，我买个去喊名做 check， 那确定如果真的是不是在范围内，我买是做一个条件啦，吼，以上。这个可以哦，也因为就是一条线是五千公尺的治理线，所以我们是一条线，特地为了地质景观。哦，啊当然，如果发生发偏差问题，当然我马上去了解你地质，我来做一个修正。如果未来河川局采纳一些调整的意见，有一条今年河川治理线，相对我买这个功能分区来做一个调整啊。这个大概是先做这样的回应啊。各来各回。喂，我先生来，拄则这个警察，伊个反映车辆，伊迄个足高体红，而且出租车嘛，啊，伊个足高体红过去是去查平台迄阵，伊个户口体红缩体落，啊，即卖新体红去查，就是咱建咱江水，哦，这个下游就是咱甲毛皮车，哦，探过到这个什么处，去皮啊。啊，伊讲啊，离较早旧体红甲新体红即搭，就是变成个一般哦，这个一般农业区啊嘛，哦，毋是河川区内底，啊，可能是咱有警察处理离较早这个旧体红这个旧体红，啊，甲新体红即搭哩。哦，啊，佮一点就是讲，咱个国土计划建。离阮江水这边遮，离阮南江水，哦，下南段，啊，二大埔段这边遮，这会使讲是偏良田啦。这边旱灾咱农业会注意，咱全市种注意的来说，阮有到阮有。你这个良田内底，一片一般农用地内底，电电基地条。做了方面拢是农用啊，啊，所以现在规片，这地形这农田看了嘛，感觉心肝足痛。有时啊，看咱迄阵会用咧种电，咱的农田也是用了农田，哦，这电。啊，咱就是所有在农田来嘛，知影，种家迄较袂快。只要讲爱找咱台人去发展良田，咱的良田不种田叫种田。哦，啊，咱下摆遐牛沙，迄地下水嘛会影响阮江水来。哦，啊，较近阮厝，阮咧经过啊看就是，这条经就是地形的影响，若是迄个河泉，迄长滩一大水，啊，我往遮咧政府是要怎无做一个规划？因为中国不是这个国家规划，这地形，这长滩，这农村啊，这个下面，你规划这路，为了做迄落这养猪的这体制啊，这个嘛，遐粗一地，遐粗一地，啊，万遐，过来搁屯路，搁要进来，我看这嘛足创新。哦，啊，所以这就是讲，像咱像啊，大家都过来来市政府遮，咱拢会遮，咱大家都过来，讲平建个种，哦，种田啦，啊，这种，迄个种田哦，会见遐济。啊，拄则正常咧讲就是，我咧讲就是讲旧体红甲新体红即个，哦，即个啊，因为遐是在做一般农用地嘛，你要到过来挂了这个回到这个形式，这个河川形式出来这里，所以这样子，安尼
现在主动就是叫大家叫小哥看嘛，这种。谢谢魏先生哦，所以三项意见哦，而且首先提升这种业务部分。魏先生哦，我因为你讲的迄个直播哟，直播推哦，安尼我来报告，迄个我们同仁跟那个邱先生、魏先生家吼，把那个资料稍微留一下，范围大概在哪里，我确认一下。你讲的这个皮黄段，我重新全部再检视一次。根据个下那种的舞，下那种的舞内底就是下那段、大波段、这两个舞段内底嘛。这就是较早这部体红，这种较早古体红，古体红迄阵就是我直播迄个啊。伊即马到700几年迄阵体红，体红缩起落，缩起落即马用即马这个新的体红起来。迄我迄阵，尾啊，咱地政署遐、地政局遐，体红缩起落遐，有瑞啦做一个种话嘛，做一个种话，遐做下那种的图，夏令筹划区，夏令筹划区，遐就是下那段甲大埔段嘛，我拢伫迄两个部分遐正有摕的嘛。遐较早是60几年迄阵咧是算讲，因为是河川营区区内底，内底包含两个钟头年嘛，就是下那，像你较早的夏令时就是下那甲乌溪这两个钟头就是迄个咸水区内底，即马天有缩起落，因为是吹风外，毋是吹风内，拄则正常咧讲的，这地段地号迄就是因咱。这个吹风外，较早的较早的这个副吹红的时阵，迄阵是二零几区来底，但是我也改的，遐变二零几区啊。谢谢。安尼，迄个魏先生，我嘛甲你报告，就是讲你讲的下南段、大埔段遮的吹风看，阮会全部拢平看一遍，全部都重新检视一下。必要的时阵，我地所的主任嘛伫遮啦吼，我会请地所遮甲你斗3工。必要的时阵，阮现地会搁去走一届，定一下范围。这阮会搁做一个讲课。